大家好，我係港財哥。一間原本靠大家捐錢，打住拯救全人類旗號嘅非牟利機構，點樣可以喺短短幾年之間，搖身一變成為一間估值高達8500幾億美金嘅超級賺錢機器？更加誇張嘅係，當初信到佢十足十，真金白銀揼咗1億美金落去嘅世界首富馬斯克，最後竟然被人當係水魚咁樣踢出局。而呢間公司個揸忽人 Sam Altman 仲可以喺美國參議院發假誓，話自己一股都冇，轉個頭就被人踢爆佢透過各大風投基金暗中揸住海量股權。呢個唔係荷里活電影嘅劇本，而係而家喺矽谷真實上演緊，關乎全人類未來嘅世紀大局。冇錯，今日我哋要拆解嘅就係 OpenAI 背後嗰個被封為 AI 救世主，但實情係滿口大話嘅 Sam Altman。我見到網上好多師兄都喺度鬧佢係大騙子，但你試下企喺老闆角度睇條數，佢玩嘅呢一套資本財技，絕對係教科書級別嘅顛覆。點解一個為咗防止 AI 毀滅人類而成立嘅非牟利董事局，最後會被資本力量徹底摧毀？如果你想知道呢個8500億嘅彌天大方係點樣搭出嚟，請你跟實我嘅思路，因為跟住落嚟嘅每一分鐘都會徹底顛覆你對科技巨頭嘅認知。大家要明白，做生意最緊要係名正言順，而 Sam Altman 最叻嘅就係包裝。將時間推返去2015年嗰陣時，Google 啱啱收購咗 DeepMind。成個矽谷都驚 Google 會壟斷人工智能，甚至搞出個不受控制嘅怪物出嚟。就喺呢個時候，Sam Altman 同埋馬斯克呢班大佬行出嚟，話要搞一間同出面啲妖艷戰貨完全唔同嘅 AI 實驗室。佢哋拍心口保證，呢間公司冇股東，冇盈利壓力，唔會為咗賺錢而急功近利，所有嘢都會開源，安全永遠排第一。呢個故仔講得幾好聽啊！喺商業世界入面，呢招叫做領導得高地。作為一個喺市場搏殺過嘅實幹家，我一眼睇穿啲財技局同點樣搭棚。資本市場的戰術其實好多初創公司一開始都係靠一個完美嘅願景去呃第一筆天使資金。馬斯克當時就係信咗呢套。佢覺得只有一間完全唔受資本控制嘅非牟利機構，先可以制衡 Bubble。於是乎，馬斯克毫不猶豫咁科水，前後抌咗大約1億美金。但係你諗深一層，搞 AI 根本就係一個無底深潭。你以為寫幾行 code 就搞掂？背後係要買幾萬張 NVIDIA 嘅顯示卡，要起超級數據中心。每日燒緊嘅電費同維修費都係天文數字，就當你當初個願景幾咁偉大，當你睇住公司條數，發現每日燒緊成千萬美金，你就知非牟利呢條路根本行唔通。Sam Altman 好快就意識到呢點，去到2017年尾，佢已經靜靜雞喺背後搞緊重組，諗緊點樣將呢個非牟利嘅殼變成一個可以瘋狂吸金嘅超級印鈔機。馬斯克係聰明人，佢睇到條數唔對路，亦都發覺 Sam Altman 開始變質，於是要求攞返控制權。但係 Sam Altman 同其他團隊成員死口唔咬，死都唔肯放權。最終馬斯克喺2018年憤而離場。馬斯克一走，Sam Altman 就名正言順咁大權獨攬，跟住落嚟嘅操作就係成個搭棚工程嘅核心。2019年，OpenAI 宣成立一間叫做上限盈利嘅子公司。佢哋同出面啲投資者講，你可以投資我哋，但係回報上限係100倍，賺多咗嘅錢就要歸還俾非牟利母公司。呢個設計表面上睇好似好有良心，但實際上係一個極度精密嘅掩眼法。大家如果有同風投簽 term sheet 嘅復位同對賭陷阱嘅實戰經驗，就知呢啲對賭條款全部都係足字。100倍回報上限，對於一間初創公司嚟講，100倍已經係天文數字，
根本就等同於冇上限。呢個架構有幾荒謬？你想象下，深水埗有間非牟利嘅教會，平時派下飯盒俾街坊，但係突然間教會個地牢開咗一間全亞洲最大嘅地下賭場。教會班牧師就同政府講，間賭場係為咗幫教會籌錢買飯盒嘅，我哋牧師會嚴格監管賭場嘅運作。結果呢，間賭場日日賺過百億，班賭徒同可觀反而將班牧師架空咗，自己做埋莊家。OpenAI 而家個結構就係100%完美複製呢個教會同賭場嘅荒謬劇本。有咗呢個上限盈利嘅實體，Sam Altman 就可以名正言順咁去揾大水喉。佢揾咗邊個？微軟。微軟直接抌咗幾十億美金落去，但係大家要留意，微軟俾嘅唔係全部真金白銀嘅現金，好大一部分係 Azure 雲端運算嘅服務額度。微軟用自己閒置嘅 server 算力當做現金投資，一方面鎖死咗 OpenAI 一定要用佢哋嘅生態系統，另一方面又可以用 OpenAI 嘅技術嚟加強自己嘅產品。嗰個時期嘅 OpenAI 內部氣氛極度壓抑，我完全想象到嗰種感覺，就好似簽完對賭協議嗰晚喺維港海旁自封食煙諗後路，壓力大到失眠。Sam Altman 知道自己已經上咗微軟隻賊船，只能夠不斷推高估值嚟掩蓋瘋狂嘅燒錢速度。大家記唔記得之前 OpenAI 推個 Sora 出嚟，啲AI生影片靚到揼一聲？我見到網上好多師兄都喺度鬧呢個係呃人嘅玩具，實情係點？其實背後咪又係為咗掩蓋佢哋每日燒緊$15,000嘅無底洞，做個靚索去華爾街度 cap 水。呢個就係割韭菜項目嘅底層邏輯，利用散戶貪婪同對高科技嘅盲目崇拜，用啲未成熟嘅半製成品去推高個市夢率。呢啲資本搭棚嘅套路真係教科書級別，覺得學到嘢嘅，幫手俾個熱推，我哋繼續深潛落去。當全世界都為咗 AI 歡呼嘅時候，最恐怖嘅權力鬥爭已經喺公司內部爆發。2023年11月發生咗一單震驚全球科技界嘅大地震。Sam Altman 突然俾 OpenAI 個非牟利董事局炒魷魚，嗰日嘅場面真係好戲劇性。Sam Altman 喺拉斯維加斯睇緊賽車，突然收到個 Google Meet 嘅開會 link， 一入去，幾個董事就黑口黑面咁話佢被解。呢個場景真係令我諗起以前喺中華 IFC Boardroom 內訌嘅經歷，幾個大股東拍互鬧，爭奪控制權，啲文件飛到一地都係。董事局當時嘅聲明講得好隱晦，話佢溝通唔坦誠。其實用商業世界嘅語言嚟翻譯，就係話佢講大話、造假、隱瞞重要資訊。後嚟前董事局成員 Helen Toner 終於忍唔住踢爆，原來 ChatGPT 上線咁大件事，董事局竟然係睇 Twitter 先知。你試下諗下，一間公司推出一個可以改變世界，甚至可能威脅人類安全嘅產品，負責監管間公司嘅董事局竟然被蒙在鼓裏，有高層甚至用心理虐待嚟形容 Sam Altman 嘅管理手法，話佢經常喺唔同人面前講唔同嘅大話，挑撥離間。呢種人，我哋喺商場上叫佢做超級雙面人。當 Sam Altman 收到解通知嗰一刻，其實就好似收到銀行 call 封信咁，睇到封信嗰陣，成個人飆冷汗。知道大鑊了，但係 Sam Altman 唔係普通老闆，佢係一個極度識得玩弄人性同資本嘅大玩家。佢深知只要有錢有資源，董事局只不過係幾隻紙老虎。但係點解最後 Sam Altman 可以喺短短4日之內王者歸來，甚至將原本炒佢嗰班董事全部掃地出門？好多媒體話係因為佢深得民心。有700幾出，大約770個員工聯署話，如果唔整返佢，大家就一齊辭職去微軟。我見到好多網民真係信咗呢套感人肺腑嘅主婦情深大戲。但你試下企喺老闆角度計死數，
呢啲根本就係利益綁架。大家要明白，嗰700幾個員工手頭上揸住嘅係公司嘅利潤參與單位，即係類似期權嘅嘢。如果公司散檔，或者 Sam Altman 走咗，搞到估值大跌，班員工手頭上幾百萬甚至幾千萬美金嘅紙上財富就會即刻變廢紙。人為財死，鳥為志亡。班員工撐嘅唔係 Sam Altman 嘅偉大理想，而係撐緊自己即將到手嘅層樓同架法拉利。呢個就係買辦思維同真正做 product 嘅分別。資本從來都只會向錢看。所謂嘅董事局監管，喺絕對嘅金錢利益面前，只係一張一捅就破嘅廢紙。再加上背後最大嘅金主微軟出面施壓，微軟老細一句話，只要 Sam 過嚟，我哋無條件接收所有員工。微軟根本唔 care 個非牟利董事局點諗，佢哋只係要確保自己幾百億嘅投資唔會化為烏有。Sam Altman 重新掌權之後，第一時間就係清洗異己。原本為咗制衡 AI 發展，承諾過公司2成算力嘅超級對齊安全團隊，預算被大幅削減到得返1%至2%。首席科學家 Ilya 同埋安全團隊負責人 Jenny 黯然離職。Jenny 臨走前仲喺網上爆料，話公司已經將耀眼嘅產品放喺安全之上。最令人心寒嘅係，OpenAI 甚至靜靜雞修改咗公司嘅核心使命。原本佢哋話要確保通用人工智能安全地造福全人類，而家安全地呢3個字已經唔見咗。呢種操作就等同於會計師做報表造假，數報入面嘅粉飾技巧一樣，神不知鬼不覺咁將間公司嘅底線拉低。當我哋睇到呢度，你就明白馬斯克點解會咁嬲。2024年，馬斯克正式入稟告 OpenAI。喺法律程序入面，一份極度機密嘅文件被當作呈堂證供曝光咗，就係 OpenAI 聯合創辦人 Brett Buckman 嘅私人電子日記。日記入面白紙黑字寫住，佢哋當初計劃將公司由非牟利轉做牟利嘅時候，已經清楚知道，如果馬斯克話佢哋仲想做非牟利，咁就係一個大話。聯邦法官甚至指出，呢本日記證明咗佢哋一早就有心欺騙。由始至終，馬斯克就係一個被佢哋利用完就飛嘅神主牌。成件事就好似遇到啲撲街拍檔，產品發前夕被截胡，發現對手劈價一半，成個 marketing plan 即刻要推翻不特止，仲要好似老細連夜買機票走佬，留低成面嘅催款單，留低個爛攤子俾班靚去執。雖然 Sam Altman 冇走佬，但係佢將個非牟利嘅初衷徹底棄，留低一個可能失控嘅 AI 巨獸俾全人類。講到底， Sam Altman 到底係一個點樣嘅人？佢喺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面，面對住全美國嘅鏡頭，發誓話自己喺 OpenAI 冇任何股權，話自己做呢件事純粹係因為熱愛。但實情係，佢透過 Y Combinator 同埋紅杉資本嘅基金，暗中持有大量 OpenAI 嘅利益，甚至有微軟高層私下話 Sam Altman 遲早會被釘上歷史嘅恥辱柱，成為規模堪比馬多夫嘅超級騙子。一間原本旨在開放、透明、受監管嘅非牟利機構，而家變成咗一個超級封閉、唯利是圖、有一個人獨裁控制嘅科技霸權。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呢件事同你冇關係。當一個不受監管、將賺錢放喺安全之上嘅超級人工智能，掌握喺一個為咗權力可以滿口大話嘅人手上，呢個已經唔係一間公司嘅事，而係關乎我哋每一個人未來嘅生存環境。科技革命嘅果實最終都係落入咗極少數資本家嘅口袋，而我哋呢啲普通人只不過係佢哋用嚟訓練 AI 嘅免費數據，同埋最終被收割嘅韭菜。下次當你再睇到矽谷班科技大佬喺度講乜嘢改變世界嘅時候，麻煩你撳實個銀包，用老闆嘅思維去計下條數。
商業世界從來都冇救世主，只有一場又一場包裝得好靚嘅資本遊戲。今日就講到呢度，我係港財哥，我哋下次再拆局。